议员沈振东表示，依照社区式新兴障碍服务登记奖助计划，目前台南辅助器材服务分做辅具中心、辅具服务据点以及服务便利站等3个所在。不过，因为辅具中心伫轮椅、拐仔等组织每个月需要收租金，不过便利站却唔免。议员质疑白白组织却无共行情，所以要求统一标准，嘛更且将轮椅等离手的管仔资源爱免费来借用。中央有补助轻消费，还有人力费，还有清运费的部分。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我想我们的辅具也是来自于市民朋友们的这个爱心的这个循环之下所取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希望呢3个不同的据点的这个协助市民的租赁的部分都可以同调。也就是说，不用来去做一个租赁费，因为呢，我们的中央确实有补助给我们的局端来去协助这样的一个人力清销及这个运送的部分，那确实也在2个其他的地方也是在轮椅跟拐杖的一个租赁是不用钱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把它去做一个整体的调整，让这样的一个福利服务不要说是不同调的一个情况？基本上在辅具中心的话，就接受辅具的申请跟补助嘛，都是这个都是领回去个人用的。但是有些短期的部分，它需要去来租借的话，可以向辅具中心来做租借。但是我们那个辅具维修点的，我们那个辅具这个维修点的部分，在分散在各关怀据点这个部分呢，那是免费提供使用，那个是不用钱。但是你如果是中心里面要长期去使用的话，那当然是要跟辅具中心自然有一个租借的一个方式。另外，议员沈振东接受民众陈情，表示对区公所网站的速度上慢，来检讨警消、教育等其他局处的办公室进行，要求加强政府电子化网站设备。台南新闻，阮吉林根采访报道。